德高。至尊寶係一款嶄新嘅環氧樹脂瓷磚填縫物料，專為追求完美嘅你而設。至尊寶具備強大嘅5合1效能，包括抗菌防霉、抗污易潔及耐磨。即使一條細小嘅瓷磚夾縫，都可以時刻保持潔淨如新。相比傳統英泥沙質漱口粉，絕對係更理想嘅選擇。德高至尊寶瓷磚填縫標準施工，施工時配合巧匠工具使用，效果更佳。至尊寶標準施工步驟：第一步，配色及測量。施工前建議先將瓷磚及色板作比對，選擇合適嘅填縫料顏色，然後計算施工所需用量。第二步，清潔瓷磚夾縫，確保瓷磚之間嘅夾縫深度大於3毫米，再用吸塵機吸走夾縫周圍嘅灰塵及鬆散物。第三步，塗上隔離蠟，沿住縫打蠟，兩邊均勻地塗上隔離蠟。呢個步驟可以令鏟膠更輕鬆。第四步，安裝膠槍，務必確認填縫膠兩邊卡口都卡入膠槍卡槽。扭開瓶蓋，將膠打至 AB 組分，同時出料至混合均勻，清除多餘膠料後，再裝上混合膠嘴，順時針用力鎖緊膠嘴，可以按磚縫大小以45度左右切開膠嘴，準備開始施工。開始前，請棄用約30厘米嘅膠料，再進行正式施工。第五步，打膠施工。施工時緩慢均勻地將填縫料填入磚縫內，之後使用鎢鋼壓縫片將填縫膠抹平。陰角同陽角打膠嘅時候，建議使用專業配套嘅巧匠鎢鋼壓縫片。乾固後可進行刮膠，一般約6至8個鐘頭，視乎天氣而定。第六步，用鏟刀清除剩餘填縫膠。如果有填縫膠殘留喺瓷磚表面，將清潔液噴喺殘留表面，等待3至5小時後，就可以輕鬆去除。施工完畢，至尊寶5合1強勁效能，完美呈現。家用至尊寶，潔淨風水好。